總有問唔完嘅問題。10歲嘅大囡囡已經步入咗學習嘅重要時期，每日都係喺知識嘅海洋裏努力探索。自從呢3個天使陸續降臨到我嘅生活中，日子就被各種各樣嘅使費逼到唞唔到氣。7個月大嘅細囡囡，尿布奶粉係每日不可或缺嘅消耗品，而且為咗她嘅健康同舒適，我從來唔敢喺呢啲嘢節省開支。4歲女兒嘅興趣班繳費期限馬上就到啦，呢個時期係培養佢興趣愛好嘅關鍵一步，費用自然唔少得。10歲大囡囡新學期嘅課本費亦擺喺眼前，而家學習係最重要嘅，容不得半點馬虎。再睇睇線上購物車入面，7個月大囡囡嘅奶粉，4歲囡囡心心念念嘅小裙仔，10歲阿女學習要用嘅新 iPad， 每一樣都喺度提醒住我生活嘅現實同壓力。我曾經信心十足地制定咗一個2年嘅儲蓄計劃，計劃表上明確寫明我每年要儲起1萬美金。不過囡囡佢哋嘅開支一浪接一浪，我無奈地拎起筆，將嗰個美好嘅數字畫咗改成0。嗰一刻我深切體會到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原本精心規劃嘅儲蓄計劃就咁樣被呢啲必要開支輕易咁打敗咗。為咗節省開支，我成日拎住計數機，目不轉睛望住商品價格，仔細咁比較每一個細節。有一次我為咗2支洗頭水嘅價錢反反复复咁計咗半日，終於慳咗20蚊。嗰一刻我仲心諗自己咁醒慳到錢，但係一轉身就見到4歲囡囡手中拎住價值成千蚊嘅 Lego， 啱啱用緊天真無邪嘅眼神望住我笑。我望住手中嘅計數機同咁貴嘅 Lego， 臉上只能露出一絲苦笑，心諗我咁慳到底慳咗啲咩呢？原來辛辛苦苦慳落嚟嗰啲錢總會喺其他地方俾啲囡囡幫我使咗佢。無意間我翻出咗年輕時單身旅行嘅照片，照片裏面嘅我笑容燦爛，嗰時嘅生活簡單而自由，銀行賬戶裏面嘅數字亦穩步上升。再睇睇而家，身邊圍住3個跳跳扎扎嘅囡囡，7個月大嘅喺度咿咿呀呀學講嘢，4歲嘅喺度開心咁跳跳扎扎，10歲嘅喺度專心咁睇書。佢哋嘅笑聲同吵鬧聲令我感受到無比嘅幸福。但係當我打開手機睇到家庭支出表嘅時候，心情又不由自主咁沉重起嚟。而家理財嘅動力已經從為自己實現夢想變成咗俾我囡囡一個安穩嘅未來。我深呼吸，俾自己一個鼓勵嘅微笑，然後咬實牙關做出加油嘅手勢，望住女兒們喺度玩嘅背影，心中湧起一股溫暖嘅暖流。雖然理財嘅道路上充滿咗困難同挑戰，但為咗佢哋一直都係值得㗎。我明白理財唔再只係為咗實現個人嘅夢想，更加係為咗肩負起母親嘅責任，令佢哋能夠安心成長。最後我想問問各位爸爸媽媽，你哋喺理財嘅過程中中咗幾多個咁樣嘅真相啊？快啲喺留言區同我分享啦！我係一名獨立理財顧問，亦係 McQueen 創辦人。喺過去嘅9年裏面，我已經幫助超過200個家庭度身定做咗合適嘅理財方案，令佢哋在忙亂嘅理財生活當中揾到咗安心嘅方向。所以請相信，喺理財呢件事上，你哋並唔孤單。關注我，我會為大家分享更多育兒同理財嘅實用資訊。